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讲有人调故意接近中央研究院已经退休失地的独居的学者，借着人客币摕到对方的财产。其中一个学者已经来过身，伊的房产由一个姓蔡的体操教练来继承。啊，这个教练的太太就伫中央研究院伫上班。去年的1月，这个教练的太太又搁要认一个80外岁失地的研究员来做客币，搁摕到伊的囡仔要办理收养的手续。最后是理长甲这个研究员的妹妹出面，才阻止这场的骗局。指导学员做动作，这个头毛焦白生出来教练，除了是体操老师以外，佫涉嫌家伫中研院上班的太太呢，认中研院的退休独居教授做客币。这个生出来教练几年前就透过认客币，最后继承处理伊的房产，即摆佫敢若甲太太调工亲近一个陈庆良教授，做伊的客查某囝，毋若将伊接走，佫摕走伊的囡仔，佫想要办收养手续，更加转走伊的存款26万。中研院的黄副院长觉得那个陈俊龙先生认干女儿开始了，就觉得这个不那么简单呐。就是这通电话，陈教授的小妹随来找因阿兄，发现讲人已经无伫咧，毋若报警嘛，问理长做找因阿兄。2个礼拜前，你哥哥跟那个一个蔡教练曾经到你办公处来办理电汇的补助。由于有上一次的案例，里长就建议妹妹呢是来中研公园这边碰碰运气，没想到第2次就找到人。一个要带走，一个要带走安尼啦。啊，简单来讲就是讲，两方都希望把陈庆龙先生给带走。加在事后，陈教授有互人带回去中研院这方式，知影了开始调查，将这2个翁某依照妨害自由、伪造文书、甲诈欺取财侦办。不过后来因为陈教授伊失地证书前后讲的无共款，所以讲罪证不足，无起诉。是讲被认定是带有公利目的，毋是真心的关怀。经过中研院内部的调查结果，已经将这个姓李的查某人行政处分。